已经延过100个促转会，今年5月份任期又搁特别满。也毋过进前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有讲，伊支持促转会继续运作。今仔日促转会冒开记者会宣布讲，会搁向行政院报告搁延一档。主委杨翠是表示，因为还搁一寡工课也未做煞，袂使长暂，刷落来重点会放伫追究加害者的责任。那这个决定就是我们评估现阶段促转会仍然有展延任务期间的必要。促转会12开记者会宣布，原本伫5月底就要届满的任期，会照促转条例的规定，过来等延一档。主委杨翠讲，等延的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转型政绩袂当长。促转会未来会聚焦于压迫体制跟究责为主的相关工作。那具体的项目包括第一个是厘清压迫体制以及个案调查，那也包括提出加害者处置法案。杨翠表示，现阶段已经对受难者为中心，进入到国家不法甲体制压迫，未来会搁转到压迫体制责任归属为主，所落来纠责协力强征甲侵犯法治是重点。嘛，因为任务包括侵渎维权、推动法治顶顶，需要下机关。所以，独立的立基机关是较适当的方式。正是因为促转会是2级独立机关，具有调查权，得要求机关提出档案，对方不得拒绝。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才能让相关的机关的档案的这个清查跟解密更为顺利。针对促转会第2届言论，外界质疑促转会若亲像英国万年国会，杨翠表示未直直等言。不过民间真足会有缘发新闻稿批评促转会的一寡任务，伫第1摆等言的时阵就应该完成，对因一言再言表达遗憾。记者陈雅文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